长眉公上路，观察侬玉西把人搞出来，都是侬丈母娘。啥个长个了、短个了、圆个了、扁个了，长眉公赶紧和扎拉吊起来。搞还是不搞？不搞警察铐上来。但是侬不怕呀？你看，你经过铐上了，长眉公就得砰举起来，但是会铐不落水。为啥铐不落水？强大嘛强大，你毕竟还是一个牙，可怜天下父母心。铐不落水，但是长眉公年对这点子，玉西把人志在必得。好吧，玉玺宝应不交，那你等着，只要等到明天天亮，我还拿不到玉玺宝印，怎么样？那么我就把昏君的脑袋来给你看，吃我莽着我的认真。哎呦，这可如何是好呀？查鉴定哭娘来去哭，你有的要哭了，不是哭一两日天，足心3日天，哭下来，你会难人的。昏君打你讲不讲把当成亲夫妻？没够人啊！这把堂分同房，不比那3男4女偷了旁边，杀脱了一个男人，看见小男也恨人。哎呀，你现在哭脱2日，冷静下来，你还是要想的呀。杀人好也好，从小宝贝得宠。哎呀，到这个辰光，玉玺宝印呢还是为的交给我的。第七，长眉公不能等，我来尽失望一口，想不落。啥的那块，个棒筒受了自家找位置了，个位置法还是无个呀。哎呀，打个比方，现在你跑到单位里向，你去受了领导位置了，还不来个领导把进来还不高兴啊？啥的啊？你想等我找位置啊？是随便啥事体，个位置法还是收人也是的，自家位置要保证。长眉公发无心棒筒就看出来，师傅来猜，也不要骂三门啊。不过特别的做你的师傅啊，那个找位置找一点从关人我个，现在不但那想哪吒子玉玺爷们的夸赞，要建立起来人接师傅。长眉公们了，哪位来了？棒筒说：“呀，师傅啊，我来等你呀，有件事体跟你商量。啥事体？啥个事体？是干个？李哥不是来封信吗？李哥来封信要你烧饭，那现在辰光你回信总要不理，回信不理，当然不答应，鸡巴砰敲出来给讲。你回封信不理，你答应李烧饭，问哪里？对，应当回封信不理个。我师傅啊，非得你回信要回不理，而且你要告诉你，皇帝拉你个水里，不来了，是告诉你皇帝拉你水里，来问我拿玉玺印哪弄法？师傅啊，不会个，没人晓得个，玉玺印你身上。一般皇帝出来还不会打玉玺印的，这个一套叫外国的。这是皇帝让你水里向有目的的，啥个目的呢？兵分2路，法达里合并一区，李亚区合并一区，合并一区嘛，师傅啊，这个大家心知不行的事体，人本事来发掘里个，人水当了人马，你爱打人马还发掘里多。不理控制的呀，拆开来追，李水的2个人质固定人，你水的2个人质皇帝本事厉害，人马力强，人质啥是太白的。那么一个了，人质当地，啥体分开来追，利益交关简单，
非王人没人比当。官兵要来围剿，官兵来围剿，合兵一处包围过路去，大家一起去，兵分两路，好出来了。你包围了，你来救；你包围了，你来救。这个比较活络，其实要扒脱你。让你去打，你不要干的。若是一哪吒加入圣旨进京，官兵看见你客气了，你打不进，神神当当定好不能，定好立个乒乒乓乓去打，官府注意了全部集中在你身上，努力一网打尽，立个消灭师傅啊！那个政府预奏那个皇帝，跟帮要帮上，立个好本事。首先到不里杀尽亡人，杀尽亡人的时候，我师傅啊，哪怕你做皇帝，你龙把头下来也不理抓。努力一个人接得来8罪10亿块袋，那8罪10亿块袋，到辰光我来职务进罪，职务进罪的辰光呢，何地来了？李哥个的幸福，我打里头每人100，我顶我。你两个对嘛，多多丁丁吃上牛。曹美公听了，对了的，到比你那做你的，嘿，帮通啊，这个出了来小人，要当心点理，没啥客气。李哥我来了，我要怕你用上。李哥他是死特，洋务上开头的。我第一个是要我帮通杀他，能搞不的想也不要想。其实帮通还有你的，啥个你的？嘿嘿，李狗假使为了让我二兵不动，李狗死他，你吃么子的辰光不当心，我把给披上啊！李狗打进来8罪10亿块袋的辰光。李狗水大浪的人全部我顶用，那4、5辈子里向还是我顶用，呵呵，吃上用，只有我一个。啥体？做皇帝，做皇帝要称得龙，那师傅不是龙，那师傅不过一条怂，真正讲是龙，我帮通，标标准准，我是龙，啥个龙？不爱龙，你这个样子，他曹美公2个人没有好智慧嘛？曹美公什么好？你去学习吧。帮通把曹美公写好一封信，可不要送德龙，现在叫啥人送呢？曹府蛮忙着，骗皇帝、拐皇帝，才是那个事体，反问出自浪吃。可不这个，还有一个心腹曹氏一样的。自刚不为禄，人没差夫这个外刚送信呀，他封外信搿点事体为此我对我忠心啊，我差事叫到书房里。蔡司，张主呀，还有啥吩咐啊？把书房门紧闭了。还有什么？眼睛过来门吧，一关过书汉围在你身边。张主呀，还有啥事体啊？本庄主待你可好？张主呀，待我啊。给我的亲老娘对我不够这个再造父母，好，有良心。本庄主所作所为，你也全都知道。哎呦，张主呀，你当我心腹呀，你也不瞒我的。包括你从事杀人放火中欧剧实家呢。这个是体面那个，刚在哪里下药太太？不会，给内米朗刚刚呀，内米朗刚刚呀。你可知道新姑爷什么样的？新狗呀，哎呀，我今年马知道。不啊，不是吧？皇帝。哦哟，新狗呀是皇帝呀。对。哦哟，恭喜张主呀，好。慢啊！这个昏君被我关起来了。这天的皇帝关起来讲啊？你不知道。只要我到手玉玺宝印把昏君给杀了，那个时候我就是堂堂的皇帝了。对，你是我心腹之人，朝堂之上，
一定少不了你一官半职的啊！哦哟，一听么查事起劲呀！对啊，张之尧怕我心腹用上个李正是皇帝，嘿，哎，这里龙哥不再下来当当，肯定没问题的，把你口定主讲，想我会谁没会谁啊？你个玩意可去掌握到我路的，你真是让我往反谁的？那，好的皇帝个强调，哎。总归这皇帝这还第一事体啊！我们讲的背书生啊背不是样，背皇帝那背的是样，这么对对，才是。啊，万岁，万岁！提升啊！小万岁，小万岁！这个本皇帝命你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。哦，万岁有啥事体尽管吩咐啊！投送书信啊，到隆兴市。我该不上你呢？交给铁砂大师。哦，铁砂大师。对。这封书信事关重大，有关谋反之事，不能落在别人手上。被别人拿到，本皇帝性命难保，你也难保狗头。于什么？书信交给你速去速回，我等你回应。晓得的。书信接过来，身边的哈们，磨棒一下磨皮去哈，一大路来，忙正张门去了过来，个兵上出张门了。一见这个的阿公兄弟都在手里呀，大哥来嘛，哎，阿公兄弟多。哎呀，我当啥人查事啊？是吧，我别多开开门是吧？是个爱人，罗大姐。哎呀，可查事，送信到龙兴市的来，手里大片馍啊！有关。是的。辛苦。哎呀，不该。稍微等等。天落场地，落场去，张门嘎开，第二条本铺，查事上下班，出张门过第二条。莽镇龙兴市方向，挨打第二条第二期，张门紧闭。嘿嘿，谁啦？这个当口一个人来着？杀人王爷莫奈何？莫奈何你里向已经来过人，你里向为啥来？莫奈何得了消息，皇帝来了，查家长。唱好了，查家长张主要啥人？讲到李南伟晓得，班上的晓得是以前两个人已经打听着消息，固定成了龙兴市早日同中半年多，要想去固定人去不成，搿只同中分量送不过。晓得以前呢？上山千里的师傅，山东城阳关到必道张苗水，到必镇同中来救固定人。蔡美公就是蔡刚，龙兴市的当家就是过去的李公，这个两个人结拜弟兄，杀人扶手，血渣来了。皇帝啊，你落了强的苦力子啊！啥管得来一看嘛。张灯结彩，热闹非凡。皇帝今朝神仙，我别去当着你。日里向不当着，夜里向来着。两个原因：一，那新王当来溜溜；二，告诉来挨打非是巨雷受财。是夜里向丫头插家长过来，啪跳个武装舞，噗抽上围墙一看，里向有人。妻子摸了出来，啥人？再一听啊，这个人叫查事，到龙兴市去送信。哎呦，查美公到龙兴市有往来的，送信信上啥个内容，默默地看，不进去了。拿出来，阿刚啪，我围墙跳出武昌舞，跟那边。一路过来，把出去几号路，大概6-7里路光景。两旁边的树林，明明人当中一条林中晓得，该打洞水好地方，啪，抽上来，奔着好，打某个下鬼龙大佬，砰一拉，偏魔啊也有了啦，嘿，摆得起劲当开，砰，下鬼狼一拉，进入急刹车啊，这是啥的来？一个洋装嘛，莫白浪向擦死做日子。本当是亚人干身子人啊，得冲要困着花子呀。是上个里砰一个洋装拔的哒，你跪在地了，
口里跪到地上办不脱人，别好话了呀！哎，兄弟，新郎的内容要你干什么干？笑嘻嘻打上来，哎，哥哥，哎呦，开始啦！哎呦，啥声音讲？一口要好得了呀！黑面孔把左手背雨，插海口讲的，你啥人啊？啊，我啊，哎，我懂你家传媒工老彭宇。啊，上去了，哎，你讲我哪老啊？啊，我哪个？哦哟，对得来，我痛得吹也死我，你上去老我着呢。哎，在哪里？我看你半夜三更骑快马，你到啥个地方去？哎呀，奉旨张之要知明白，但龙兴是送信去。哦，送信到龙兴寺。哎，瞧着啊，拿去了。老子龙兴寺来。哦哟，买龙兴寺来，拿去了。我们大部长有封信写给你家传媒工啊。哎，对个。这个去炒饭。兄弟，下无人不要紧。兄弟，哎，我自己人。哎，是干的。等没得回应。哦，请勿帮忙来讨一封回信的。哦，他回信来的哇。啊，咁蛮好。来，你交吧，我带酒去好了。英雄还不来个，张家会长我半夜清水干不能到当家的屋上，人家不能做水干，为什么我自家去？大家不？反干不能干，我自家去。哎，不你信阿玉的呢？不信我要人家说我自个办，我带过背有信官。啊，慢慢讲，不要你屁股。我哪有屁股？啊，你信拿出来我看看。哎呀，不来个，半夜干不到当家的屋上个，不能信不能口干，不来个，现在。你看一看，啥个老的？爹。我念，那要信还是要命？我信了名才相爷。放你娘个屁！啊，要信没得命，要命没得信。是呀，也是不明的时候，我也信你上个用上，也明。啊，那么你信拿出来我看看。扣啊！啊，这是扣啊！啊，我看看。扣谁会帮我啊？啊，谁要会帮？哦，反差啊！啊，不错。啪，是谁摸出来？喏。我看看啊，哎，看看。信落到水里我恨，不拆开来我哪晓得里向耍个么子？咋个样呢？屁，信吹吹出来。哎，我来看看，哎。查实虚假，我写出来，可怕有副说事的。啥子呀？你信叮当奴啦嘿？哪个定信啊？嘿嘿，阿讲叮当奴信，你不晓得。装得像啊，要当我不说事。哎，告诉讲的，你呀，看下头啊？哎呦，别看着外本欧洲啊！啊，这个，人老珠黄不是钱。哦，那讲？你记大人已经不好，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。哎，来，你读给我听听看。好手机过来，上我读啊！你也不说事的，我屁股是哈多多，你屁股是哈听不啦得走。哈，我来读，我来读。啊，慢慢讲。耶，那大约把他水里上奶啊！我懂了。做啥？哎，你耽误不说事的。你说事的呀，还说事？老子懂你讲不够通经。到底是干什么不够通经？哎，就是你记大已经不好，看不清楚。看不清楚。哎，你读出来我看得出个。读出来看得出来。哎，读得对个老子有爽。有爽。哎，读差一个字，那老子一刀，与一个手一刀。也是呀，个风心塞的错误，我不要比啥气的呀！哎呦，我是恶一点吧，来，这读吧。这个英勇啊，干嘛来看仔细啊？啊，那边捞起来就是一单都吃不起个。哎，我看不清爽，我还问你的。看不清爽，我这么牛的，哈，干嘛我读啊？读。看仔细啊。铁树大师太极，阿呆。可你哪晓得阿呆？莫奈我也不是字的。哎，你都不要说，莫奈我个中大户真聪明，聪明的呢。你那读，你旁边那点手字，铁树大师太极6个字。阿呆，懂一个错了，少一个不对，技巧真好，不到位错个，手工好。阿呆呀！哎，全是啊！哎呀，看你们去。那方才觉得这个是写的蛮大，无需开机的。我最开心。哎，一点不差。读下去。哪个千里不顺走啊？到底要说字了不说字啊？我就有一点吧，啥的来就是读起，非是拉起来一头，写出永生去了。
哈哈哈，根本那口子行我啊，你读下去啊，我开来啊。来信水榭，政治公道大业，金改大喜，昏君真的家门百姓进帐招亲，被我拿稳。慢，分头出洋哦。吴夫人讲你读错。这个几个字我没得看清楚。哦，这个几个字非常清爽。没得看清爽，你再读一遍。哦，咁你口仔细啊，我读得清爽点。所以挨个几个字。对。昏君真的家门百姓进帐招亲，被我拿稳。可听到了？拿稳。拿稳在。那么要死读下去。昏君才是进京容易，皇兄实业家计兵分两路，共同进京，敌每攻霸上。对了，对了，对了，你为本我做哈，我在读海里面为本我做哈。罗风信压个头，马正身边一伸，你那为本我要应用啊？拿稳，是拿我这样要死快了，拿稳，你们拿稳，我哪么要死？看天把实现。为君不予引用，他人海连，想不到题词他机会雷北楼，三彩壮之上，百姓见梦想起，在那林烟之际。心一惊，狗月饼口口来句人，肯住我一路之上，谁敌军与我报家，他好放心。狗月饼口口哀句，我把家出名的，我那边了皇帝安全里好放心。这个哪想得到？哈！聂里想为了霸道成亲，眼睛一杀，皇帝被禁止。哎呀！草木工啊，那个出来王我名声啊！我总当没事体，皇帝被禁，皇帝出一出毛病，我名誉扫地，我信誉甚失，我大里不死，死了你阴沟里啊！那天子是精神被捉，才女崩气了没翻心，怕只怕天子此非难以报心命。皇帝发出事体，皇帝出一出事体，国家要乱个，根本哪无法去救。
去追么里呢？八郎是不来的，总吃了八郎，一通风报信，二浪费2日，杀死你。那么你杀人呀，就叫강도。我都等人家外跑子。这个全是。英雄啊，心为本我是吧？慢慢讲，慢慢讲。做啥？这个你方才个心读得蛮好。我读得蛮好。我讲我要赏你个。啥么非客气这样？不，我这个说话收手。我讲要赏你，一定要赏你。半夜上。不要赏你。上的啥呢？那么不巧，那老子懂得没得带。分大，那么你啥上呗？不，我来送你。送我飞子嘛，弄一模样，我杀鸡毛鸡。不要送，我送你到好地方。上。我送你到鬼门关吃胖饭。我差死杀他，刚到浪血在那里身浪向比一比勾人，啪，到白玉插好了。我去救皇帝，救皇帝要同谁打呢？你记住啊，康帝起来了还，旁边某医生啊，啪过来，滴答等飞身上马背，他是上的马背，紧紧跟。望才将臣西去相聚，大明君搿几幕哈杀过来，离开查家庄，大概为一里的光景，开始马匹。为啥？莫再过去，马蹄声声惊动张郎的人待我不理。莫开始，我莫办，我莫打一个反方向去张水，忙着莫屁股浪，啪！这片莫是这个朋友拍莫屁也不会的，我引我到来拍一拍。这记莫乱将让你把他，莫把他阿刚四周轻功。一路过来，啪，贴个武装，扑抽上围墙，对里向一口，呀，没得吃喝。皇帝关了老大，不清爽，哈来哈去，十国的出身，小么子我推得上，一上一个人中心得上，啪，我围墙往这里向进来。拔了吧，看，门是一座楼，楼浪向有红光，是那楼浪的人与身高个，谁个？门看里，其实可是啥个楼？查金陵小家个官楼还随着皇帝的新房，撇在楼个差不多，每家一颗银安是下去说出来。阿刚不是来句啊，两只手一打，嗖噜噜噜上去了，下去了，几颗一手一口，那么要死，啥体？里向两个女人，你那晓得女人，从前明朝也没玻璃窗的，一般人家和窗子。看见的个明我阿里白白这个一块块得上去，查金陵小家规律谁是明我？里向老太后地了了，两个空浪的影子飞了窗格子上，你那已经晓得女人，从前到现在不一样，从前男人女人来叫他看头发发音。谁是让你发？发这个，发音不一样。男人一路发嘴，怕激发进错一起，
女人的头发梳起来靠近，麻烦反手高高耸起，是结个啊啥个半龙结了，半大结了，花腿腿的结婚随时一结。不像现在随便，才好世界。哎，那现在男人女人有辰光看白眼呢，真也看不清爽，还上当呢。昨日那路上嘛，猪狗想去买点水果来吃吃，补充点维生素，把得去买2只苹果，这水果太小不够。2只苹果呢，看看蛮讨人欢喜。立了门前一个，我一口门我挖上去。为啥？大颜色挖些些，女仔裤啊，上布朗，是吗？头发上亮，杀光上布朗，烫到挨了。我想不让女同志，我嘎发嘎上去，不要当真我吃豆腐，搿事体讲不清爽。想先打个招呼。哎呀，对不起，让我给2只苹果，你旁边看一看。我闲话都讲光了，你头不出来我一下呀，用眉毛动眼睛，2撇把褥子带成子我，滚多娘了的，你都要说，我一下呀，不是阿姨是要说呀，跟哪吃得行？从前分到清爽，男人只是男人的头，女人只是女人的头。男人是女人头啥头，女人是男人头也要啥头。那个穿衣裳有分档，男人穿男人衣裳，女人穿女人衣裳，男人不穿女人衣裳，女人不穿男人衣裳，男人穿女人衣裳啥头，女人穿男人衣裳还要啥头。那么现在中国军不是，哎呀，现在最近中年穿衣裳发来啥个，啥等下人们是女中人，18元，18要扎上山。下水要扎旗巴，啊对，干嘛扎台浪子啊？有一趟我写辰光，哎呀，天冷呀，衣裳分大，我想拿弄法上山身上扎暖热的，一出去买么子压里向，扎这个上山跑出去闯无人，不人家吓啥人呀？哎呀，不好噻，举出一人，绑起来了。哎呀，上朝锅里向，拿起个面粉，叭，靠2个农民剪子树堆出来，我哎呀吓个了。吃点么子先叫命啊送他。当然，现在不会噻，现在嘛，人胆子啊大噻，路灯啊亮噻，是吧？出来没银子，叫他看啊，有银子的是人，不是出来。从的辰光。所以莫奈一看晓得女人，哎呀，啥体么？莫奈不得是看见女人吓的。阿刚今年66岁分特高兴的，哎呀，里向2个女人哪弄法？哎，但是一听里向介绍人，谢家，哎呀，谢家啥人？查满公到衙门一定是查金庭。哎，为了门新姑娘的人呢？哎呀，那不是到查满公一定要信啊，根本来的真好。哎，这个蔡金庭啊，蔡金庭啊，这谢家的房间里向洗吃了的后面是，皇帝把我要回到罗大气着呢。哎，十三岁里向只听见我是。蔡金玲啊，啥人家？外边什么人呐？啊，外地你家老子啊？我呀，好像我呀不是个点喉咙啊。哦，本是要从事江湖浪向的朋友，要从事做强盗出身啊。你个朋友不是强盗，定是实，才是缺后，当心点。眼啥一拐，相对浪向宝剑过下来，跟我来哐哐生宝剑吃呀！跟我来，嘎，窗一开，哎，后头没人出个人呢。你在什么地方呀？我在这个地方。哎呦，
一口么写家也好得了，一盒面孔把手手，被鱼踩去刚的这个人，只可受了十两下，打得哩哩，打得哩哩，是个老身子该一走啊！你是什么人呐？啊，我在这个地方和你讲话。啊，我们进房间再说啊。那你怎么进来呢？嘿，你看我娘的。好嘞。拿进去，老并不有，都是距离大概2丈左右，但是这个2丈左右高还有2丈左右。我贴过去，假使讲分贴进去，这点高度拐下去要受伤。这个平地上向2丈左右多点。莫奈我从轻功比笼子眼睛啪一贴过去着，如果现在奥运会啊贴油贴高，你还莫奈我去比赛，稳得金吧？你的下去了，下去硬咚咚的用不出力个，哪办？嘿，莫奈我你高对打，杀下去杀了，2只脚先上来。下去上停一停，看好上头还有一根下去，砰！人立起来，上头下去上扎了。家里想用力，忙正下头，嘎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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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嘎凹起，下去压到一定的程度，与反弹力，2只手，嘿，什么？一勒人折过来，下去的弹力上来，阿讲家里想用劲，跟人三个呢？人三个像熟鸡这个忙正差不多了，2只手过去3个指头打窗框上头勾了，脚差不多停一点，身体一倒，到里向声音啊，老子来个了！哎呦，金丁一口的，这个把有轻身功夫好的，各种轻功只有听说过，从来分口见过。你究竟是什么人呐？阿不啊，老子天下第一个大狠人。哀乐公举铁帅，王爷莫奈何。哎呦，啥个莫奈何啊？这谁家人的莫奈何哦，并非。谁家15之人，15个人啥人不晓得莫奈何？我们3个人14个啥人不晓得张继林这样这样分出得来。哦，声称雷无影去无踪，来去人风推头来走中，哀乐公举铁帅，王爷莫奈何，还是我不把了海外。已经报警，砰！谁呀？够来！要我大是谁？原来伯伯千岁，今天见伯伯千岁啦！哦，阿刚刚不来写出来的啊！我懂啊！你耍个大的家务不办，吴东王子700弟兄，所以你家务不办。是呀，啊，晓得我这个爸爸，我怎么说的？我家是爸爸。哎呀，这个爸爸有点刚刚的，要伯伯千岁，休得说笑。啊，我懂你讲。汉王帝现在关了啥个地方？这个查进你这个，哎呀，看来你也不晓得我，可叫我拿举法到底拿要何为其说？